好在天气真烧热，来看有家长呢是带囡仔去到台南有名的景点来耍水，结果这园区内底灌风的城堡煞破空去，上无有7个囡仔是掉伫咧内底。另外，有游客讲，这水上活动的这个救生衫呢是真太过，而且阁有臭味。今嘛面对着争议，业者是回应讲，其实因的救生衫拢是有定期咧清理的。若那灌风的城堡呢，未来是会加强管控，避免意外的发生。 烧热期间，未少家长会带囡仔出外耍水透心凉。早起有民众去台南有名的农用景点，家长在网络发文控诉囡仔咧园区耍灌风城堡，这设施竟然有破空，就安尼拿落去。迄阵有7个囡仔咧内面，漏风互囡仔掉咧内底，家长随赶去救，加载囡仔救出来无受伤，这过程互家长惊到要死。毕竟气垫东西，万一一个针，比如小朋友有些会玩一些针啊，万一刺破了。 那对小朋友整个从上面那垮下来，这都是个非常的一个危害。农场经济唔那这站，有游客指出，假期除了买门票，搁另外开100块体验水上游戏，准备穿救生衣。现场看到真侪领救生衣拢阿里阿扎救臭味，互游客带一个无一领加穿。农场官方的小编嘛留话回实咧，业者回应救生衣拢有定期咧整理和换新的。 那灌风城堡主要是囡仔伤济，就安尼站袂掉。每一件都非常的脏，非常的臭，非常的黑，很恶心。因为我们有带小孩，所以其实觉得蛮困扰的。怎么会收了钱还这样？那我们也要求厂商要把这个气垫给完全的换掉安全性一定是我们厂方最要求的部分对于游客呢针对这个部分如果认为有这个脏污的部分呢，那我们厂方那也决定把这批救生衣全部都换掉。这间知名农场伫大内已经有30外栋啊，意外和卫生问题小连锁壁，侪家长希望业者唔通干那收门票赚钱，嘛通重视游乐设施的安全性和公共卫生。业者讲未来换新的设施，卖加强人数管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